这就是洛老口中那位元婴修士留下的技术。原本以为有了九曲灵石以及大眼诀的辅助，凝结元婴应该万无一失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忌讳之处，尤其是这最后的心魔，这是结婴成败最关键的一环。英明之地，我的法力，我的法宝，我的灵头，这该死的鬼地方！可人真的能在这种鬼地方活下去吗？我终于找到了，那座暴风之山是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，只要爬上去，只要爬上去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死吧！那山有眼睛。